桃园病院传出讲有护理师有虐待阿婴仔的嫌疑，警方病院调查发现讲，这个护理师确实是有问题，嘛已经公开回息咧。病院嘛表示讲已经通报主管机关卫生局甲社会局嘛在处理咯。礼拜早上我们在那边休息，是盯着我们看戏啊。影片中，护理人员哪怕哪骂，也伴随婴仔的哭声。玻璃桃园病院传出护理人员疑似虐待婴仔，民众看到影片也拢真生气。这样很不 OK， 他自己没小孩吗？没有耐心就不要做护士啊！而且他这样打小孩，很不 OK 吧？他是说他是打床啦，这不是打人跟打床的问题，是他自己情绪不好，他就不能照顾病人。该名护理师及单位护理长调离现职，暂停所有临床业务，相关人员也一并移送考纪会惩处。院方经过调查了后，初步确认代志发生在去年9月小儿科病院，表示这名护理师的行为确实已经违反相关法令规定，对这个行为也感觉失礼，已经在第一时间以儿童甲少年保护通报主管机关，佮会配合警政、卫政、社福相关单位调查甲处分。如果有不当对待，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，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。护理人员疑似涉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，将依法裁处6到60万元罚款。社会局表示，社工人员已经甲家长约定访视，进行关怀，以了解儿童甲家庭状况。若有违反儿少法，会依法裁处。另外，卫生局表示，若涉及刑事责任，会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